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做伙来看到，这里就是静，这是文音。静的意思就是无叮当，无声，真恬。另外，咱嘛要小解几落个形容安静甲静有关系形容词。古早字典都有写着讲，要讲到偌尔安静，咱会当讲静青青、静昭昭、静照照，也就是点字字的意思。另外，这一日的背音读做静，咱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定静，代表讲心情真安定、真平静、袂紧张的意思。第二个词就读做恬静，代表真安静、无声，嘛当讲一个人的个性真恬，无爱讲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迄个囡仔真恬静，无啥爱讲话，因为伊普通时就真乖，表现嘛真好。阿伯送伊一份大礼，就算讲伊真欢喜，嘛真定静，拢袂互人感觉伊欢喜甲足痛着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，静提供予大家来参考。